全心全意在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就涌流在我们内心当中，带领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内心，用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谢谢神，让我们认识他，也让我们在圣殿当中有这样的福气，一起跟众弟兄姐妹唱歌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谢谢神的恩典，也带领我们在前面敬拜的时候，让我们用最真诚的心来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圣灵你将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，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们爱你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前来谦卑等候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，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，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们爱你，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，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圣灵我们爱你。马太福音第6章31节这么说：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天父都知道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我们常在祷告当中谈到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他的国。他的国是说，让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主人，神所不喜悦的事，
我们就不去做；神喜悦的事，我们就尽力去做。它的义指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显现出神的美好良善，让人看见我们，就好像看到了神的爱和神的公义。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要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，他要我们做什么，他要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生命回应他。我们大家开口为自己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上面，我们愿你的国度降临，主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与你和好。求神你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，眺望我们传福音的心。主啊，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祈求你炼净每一个你的百姓，使我们更多的明白，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，就有公义、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当我们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时候，我们就安然自在，没有惊惶害怕。愿我们因着圣灵的引导，使我们成为有基督香气的基督徒，有好的见证来传福音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在诗篇139篇23章这么说：主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的行为啊，引导我走永活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神是鉴察我们人心的主。我们不论你多会隐藏，在神的面前是100%沉湎在他的面前的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明白这样的道理，因着这样的道理，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没什么力量的，我们唯有将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，唯有完全的依靠我们的神，我们才能从这当中得着力量，得着帮助。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更多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，更多明白自己的不足，也更多依靠神来站立的稳。我们大家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给我们，也差遣圣灵的保惠师，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反省。主啊，求你的光照我们一切你不喜悦的话语行为，尽是我们经验。主啊，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你不喜欢，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改变自己，遵行你的道路，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我们愿一生的顺服你，更加来认识你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生命我们爱你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里，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，我们欢迎你，生命我们爱你。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1节，
我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征战得胜，将马和骑马的丢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上帝。我要赞美他，他是我父亲的上帝，我要尊崇他。在摩西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经过了红海，神行神迹奇事，分开了红海，使得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顺利的度过。然后神让红海又合起来，所以所有的埃及的军队，一切的兵马就在海里面丧失了他们的生命。相同的，在这个世代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要行这样的神迹奇事。即便你曾经遇到过许多的征战，遇到许多的追兵在追你，遇到许多的困难横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仍然要知道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就好比他替以色列百姓将红海分开一样，在我们的面前，他仍然会将我们的困难去除摆开，使我们的面前这些高山、这些险阻就不再拦阻我们。因为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下来，承认自己的不足。我们愿神真的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看见盼望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大家开口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神啊，你是配得尊崇的神。主啊，你是行奇妙事、万军耶和华的神。主啊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灵要有得胜的眼光。主啊，我不要重视环境的大海后面的追兵。主啊，我要注目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要超越环境，你要用奇妙的方式带领我来得到胜利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！我要宣告，在患难、在生病、在忧伤种种的困难当中，主啊，我要亲自来看见你，我的上帝啊！你要带领我好的征战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最后，我要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站立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为我们富强教会来祷告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富强教会在这个社区，在这个城市成为光，成为盐。我们大家开口为富强教会来祷告。好吧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是富强教会成为一个有意向、有使命、有基督丰盛生命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兴起众儿女来警醒祷告，与你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，也激励拣选的代祷者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忠心持守我们就持守在你的破口的所在，为你的国度来恳求，求你加添夏牧师、谢牧师，还有真传道，都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来服侍。主啊，带领众弟兄姐妹用心灵诚实来敬拜，先来祷告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也可推动各项的福音的事工。求你洁净你的教会，使你的儿女都成为圣洁，除去撒旦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带来一切你不喜悦的事情。主啊，让富强教会成为祷告，成为敬拜赞美、圣灵全能显明的教会，在这个世代，在这个黑土地，为做光做盐。你知道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，阿们。全所有，赞美你的生命，向你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，赞美你的生命。
你荣耀，不为过去忧愁，也不管接下来如何。在黄昏时，我仍要赞美你是扬起你的手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向你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向你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你是慈爱，从不轻易发怒，你名伟大，清泉然良善，因你的美好，我要扬声歌唱。千万个理由只为歌颂你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向你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来自我的灵赞美你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向你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我们大家开口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你的平衡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崇高过于诸天，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主啊，我的心要歌颂你，我的灵要赞美你。你是全能神，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你说有就有，你命立就立，你的能力充满全地，软弱的你加能力，疲乏的你加力量。哦，主啊，你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。耶稣因你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拥有新的生命。求圣灵持续带领我们活在你的话语当中，以及你丰富的慈爱恩典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，向你一次开口，
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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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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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唯有你是配得尊荣誉赞美，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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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恩都属你，权柄都属你，能力都归至高神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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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愿我们这边每一个你的子民，我们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，就如同天上的敬拜。每一个弟兄姐妹敞开心灵，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。主啊，愿一切荣耀归给你。今天是圣餐主日，我们借由圣餐来见证主耶稣的救恩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合一，你的爱在我们当中。每一个人都从圣灵得到帮助，得着力量。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，一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